来，乡亲继续来看美国职棒大联盟海外开幕赛准备开始咯，球迷开始咧抢联名的商品。大联盟这届除了甲出名的动画吉伊卡哇合作之外，嘛甲鬼灭之刃做伙制作宣传影片，这种行销推销的手法，伫社群媒体引发话题。なんだろうこれ。圆滚滚碰西西，亲像棉仔糖的古锥角色，真侪迷众拢正介喜吉喜烤蛙，这被因果新衫糖青。吉烤蛙小巴将出烤蛙戏 MLB 球星，像道基队个小型队球星 MLB 海外开幕赛都也袂比，周边商品都已经卖甲真抢市。来看官方网站，全部商品拢扣未还。昨日开卖迄一天，天那大纸、搁亚克力壳牌，这联名商品拢扣黄牛摕来转卖，计销未超过3倍。不过，近一天官方就宣布，因为商品伤过环境，决定接单生产，也就是讲开放卖场登记，大人都能用原价买到。这个消息一日出来，专卖计销随帮盘。除了过去以往比较偏向男性的观看及所谓的一个支持的族群之外呢，包含像是女性或者是更多的家庭客、年轻族群呢，也能够有借此去产生所谓的好感度。打撃の呼吸、一の型、圧倒的ホームラン。第个商品急救好起有名动漫《鬼灭之刃》第个球场 ，MLB 嘛和艺术大师村上良合作推出限量商品，其中道基队第个商品球衣原价$25，超新的票不真衫，代表计销标花18000块。MLB 海外比赛本身就话题十足，今麦个找动漫艺术界人合作，为棒球上无共去群，毛业者加一个赚钱商机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依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